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塔，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。